講啊！首先揾一句格言出嚟，然之後就用嗰句格言嘅道理去作一個故事寫低，然之後將前面嗰啲咩自我介紹啊，呢個故事叫咩名，全部拜拜先，然之後後面嗰啲就要換成文言文啊，逐個字換嘅要。咁點樣換法啊？即係例如呢一個字，睇下佢古有冇。如果古代唔係用呢隻字，你就要寫古代嗰隻字。咁就完成㗎啦。逐個字換。如果古代都係咁樣嘅話，就唔使改。咁就搞掂啦，係咪？改晒成篇文就搞掂啦。哦，就係咁嘅啫。好咯，多謝你啊，拜拜。拜拜。